以賽亞書11章1至9節。從耶西嘅本會發一枝芽，由佢根所生嘅枝子會結果實。主嘅靈要住喺佢身上，就係使佢有智慧同聰明嘅靈，謀略同能力嘅靈，知識同敬畏主嘅靈。佢要以敬畏主為樂，行審判唔會憑眼見，斷是非亦唔係靠耳聞，但係會以公義審判貧窮人，以正直判斷世上嘅謙卑人，以口中嘅杖擊打全地，以嘴裏嘅氣殺戮惡人。公義要做佢嘅腰帶，信實要做佢脅下嘅帶。豺狼要同綿羊羔同居，野豹同山羊羔同臥，少壯獅子、牛犢以及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牽引佢哋，牛要與熊同食，牛犢要與小熊同臥。獅子要食草，好似牛一樣。食奶嘅孩子一定喺虺蛇嘅洞口玩耍，斷奶嘅嬰兒一定按手喺毒蛇嘅巢穴上面。喺我聖山嘅全部地方，呢一切都唔會傷人，唔會害物，因為認識耶和華嘅知識充滿全地，好似水充滿洋海一樣。小朋友，考考你啊！當呢個新嘅枝子統管世界之後，呢一個世界會變成點樣呢？琴日我哋讀到，成日都唔跟從神嘅百姓，被強大嘅國家打敗咗啊，失去晒佢哋嘅一切。但係神預告佢會喺耶西嘅屋企裏邊，又即係大衛嘅屋企裏邊，興起一位新嘅王。佢有神嘅靈喺佢身上，佢充滿咗智慧、能力，並且敬畏神。佢會做公義嘅審判。佢究竟係邊個？佢就係耶穌啦。有一日，君王耶穌將會再返嚟治理神美麗嘅國度。嗰陣時，我哋唔會再有眼淚、疾病、死亡呢一個新天地，大家都可以和平共處。喺君王耶穌嘅帶領之下，我哋就會得着新嘅生命啊！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作為跟隨耶穌嘅門徒，你覺得耶穌更新咗你啲乜嘢啊？嗱，譬如話喺諗法、喜好或者習慣上面。分享完之後，讓我哋一齊禱告啊！感謝神係信實嘅主，嚟差耶穌成為我哋生命嘅王。求主喺我哋疑惑嘅時候，強壯我哋對主嘅信心，幫助我哋認識你更多。今個星期嘅信仰小練習係禁食練習，學習忍耐同埋控制自己。不如我哋就聽聽導師們會禁食啲乜嘢東西啊嗱！因為飲凍嘅嘢已經成為咗我嘅習慣啦，咁所以我覺得都好困難嘅。咁第一啦，可能有時會唔記得咗啦；二嚟就係當同朋友出街嘅時候見到身邊嘅人全部都揀凍嘅飲品咁就會好有呢個誘惑，好想有嗰個慾望去飲凍嘢啦。咁我都希望大家可以陪我一齊努力去進行呢一個禁食嘅操練。